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彭程的健康生活頻道，祝大家身體健康，越讀越健康。係啊，冇錯，又嚟啦吓，彭程健康生活頻道。咁啊，我每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咧不同嘅健康話題嘅，係啦。咁今日嘅呢個話題咧，相信都好普遍咧，發生喺好多唔同嘅城市人身上。無論你係身處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你總係成日都會覺得有一樣嘢一定會出現嘅，就係咩咧？腰酸背痛啊！呢樣嘢係真係好普遍，所以如果唔係，點解有咁多人咧？當腰酸背痛嘅時候，走去按摩下，如果唔係有咁多地方幫你按摩，甚至乎幫你捽下、扭下、捏下，睇下可能係嗰啲嘅物理治療啦，甚至乎你又會覺得啊腰酸背痛會唔會係張凳唔好咧嚇？咁啊換一張什麼人體工學椅啦，又或者咧就係、痛啊唔緊要啦，最快係咩方法啦？除咗去按摩啊，又或者睇物理治療之外，就係、走去嗰啲藥房嗰度啦，買嗰啲酸痛貼啊，大啊、細啊、涼啊、熱啊等等嗰啲貼喺個身上邊係嘛？貼完之後又冇乜嘢喎，捽完之後又好似好少少係咪啊？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又痛翻啦。點解會係咁咧？可能原來你有機會咧係揾錯地方喎，向咗一個錯嘅方向嗰度咧，即係啦，揾嗰個痛楚嘅根源。點解我咁講咧？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統計咧，背痛咧就係引致全球殘障嘅頭號原因嚟嘅。而淨喺英國咧，因為呢一個嘅肌肉啦，甚至乎係骨骼啦引起嘅痛楚咧。申請嘅病假咧，每年有成780萬日咁多喎，哇！真係好誇張喎。但係最令人頭痕嘅係咩咧？呢啲什麼咁樣嘅肌肉痛啊，呢啲咁樣嘅背痛咧，係非特定性嘅，即係乜嘢咧？就係即係揾唔到原因咯。但係最新嘅科學研究發現咧，我哋嘅背痛可能就係嚟自腸道啊！原來我哋嘅腸道健康咧，同脊椎咧可能有密切嘅關係嘅喎。點解咧嚇？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齊嚟睇睇呢一個報導啦。呢一個報導咧就係嚟自衛報嚇，喺11月24號嘅報導嘅 The Telegraph Why Poor Gut Health Might Be the Hidden Cause of Your Back Pain。咁到底呢一個嘅報導講啲乜嘢嘅咧？原來咧佢就深入講解呢一個驚人嘅發現咧，教我哋點樣可以喺腸胃嗰度入手解決咧長期背痛嘅問題。當然啦。睇之前啊，梗係要提大家啦，繼續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我嘅 channel 彭程的健康生活頻道，一路睇一路 super thanks、super chat 都無任歡迎嘅。好啦，呢個時間我哋一齊越讀越健康。腸胃唔健康，可能係你腰背痛嘅真正元兇。第一部分先同大家一齊睇下，就係腸道脊椎軸一個你從來未聽過嘅連結。其實咧呢一個說法咧的而且確咧真係都幾新下嘅。嗱，大家可能聽過啦，就係我哋嘅腸道健康啦，其實咧同我哋嘅大腦息息相關嘅。因為腸腦做 gut-brain axis 咧，就係講到咧腸道同埋大腦之間我哋雙向嘅溝通。但係呢一個新概念咧係乜嘢咧？腸道脊椎軸 gut-spine axis 到底係講啲乜嘢咧？吓，簡單啲俾個圖大家睇下先。呢個咧圖咧就係解釋腸腦軸，咁嚟自 King's College London 嘅神經學科學家 Francisca Dent 咧就解釋啦。佢話知道咧就係腸道同埋大腦之間咧有持續雙向對話嘅，但係而家嘅問題咧就係呢一種溝通咧係咪同樣都伸延去到脊椎同埋支撐佢哋嘅組織咧？Dr. Jill Jenkins 咧係一位 GP 啦，背痛嘅專家啦，同時咧亦都係 Deep Heat、Deep Freeze 同埋 Deep Relief 嘅顧問嚟嘅。佢咧就話啦，我哋嘅腸道咧同脊椎咧嘅連結，其實比我哋想象之中咧更加緊密嘅噃。腸道嘅一啲慢性發炎啦，又或者係細菌失衡咧，都會觸發我哋全身咧發炎嘅反應喎，令到神經咧同埋肌肉咧都會變得敏感，有時咧甚至會加劇背痛添。2023年發表嘅學術期刊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嘅研究嘅回顧咧就指出啦，唔健康嘅腸道微生物群咧有可能咧係加速我哋嘅脊椎退化。雖然咧仍然要有好多嘅研究去證明嘅當中嘅因果關係啦，但係證據咧已經好有說服力噶啦。點解腸道會影響脊椎咧？呢啲炎症咧，可能就係同腸漏症有關啦。當我哋腸道裡面嘅細菌平衡被打亂，可能因為飲食差啦、壓力大啦，又或者係食咗抗生素啊等等呢啲原因啦，我哋腸道嘅內壁咧就會變得咧係有漏洞。呢一個情況咧就係叫腸漏症 （leaky gut） 啊，可能你都聽過啦。
當腸道嘅內壁出現一啲漏洞嘅時候咧，嗰啲微細嘅細菌啦，同埋啲炎症嘅分子咧，就會進入我哋嘅血液裏邊咧，觸發低度啦、全身嘅發炎反應。咁呢一種嘅發炎反應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脊椎神經咧就變得敏感，仲會慢慢咧磨蝕我哋嘅椎間盤啦，同埋關節添。嗱，發炎本身咧就係對身體咧抗炎又或者係損傷嘅好自然嘅反應嚟嘅。呢個發炎嘅問題咧，之前咧其實我喺越讀越健康裏面咧都有同大家一齊講過嗰個慢性發炎慢性身體發炎嘅呢個問題。不過問題就係啦，當呢一種炎症咧唔會停嘅時候咧，慢慢變成慢性發炎咧，就會持續喺身體裏邊咧暗暗喺度發作。Francisca Dane 咧就解釋啦，我哋大腦嘅運作咧就有啲似咧預測文字嘅功能。如果你嘅身體不斷向大腦發出有問題嘅信號咧，我哋嘅大腦咧就好聰明，慢慢咧就會學習同埋預期，將呢啲痛楚咧就變成常態。研究咧就估計啦，哇，30%仲要係超過30%認知障礙個案咧，同壓力不足有關。而同樣嘅道理咧，慢性發炎咧都會令到痛楚咧變得更加強烈啦，同埋更加持久㗎。研究咧就估計啦，超過30%嘅認知障礙症咧，都係同壓力不足咧就有關嘅。同樣嘅道理啦，慢性發炎咧都會令到我哋嘅痛楚加劇同埋更加持久。腸道嘅問題又點樣直接引發我哋嘅背痛呢？除咗咧係全身性嘅發炎之外咧，其實腸道嘅問題本身咧都會直接導致背痛嘅喎。Dr. Jill Jenkins 咧就話啦，如果你有腸易激綜合症IBS 咧，會引起背痛。就係因為腸道同埋我哋嘅背脊咧，共用咗一啲發炎同埋神經嘅通道。咁至於便秘咧，就會令到我哋肚入面嘅壓力增加啦。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大家都明白嗰個感受噶啦，令到我哋嘅肌肉咧好繃緊，仲會咧就牽連到咧我哋腰嘅下腰嘅位置嗰度咧就會覺得痛。患有 IBS 嘅人咧，同樣咧都會有啲咧係似乎同腸道無關嘅一啲嘅症狀，其中一個常見嘅症狀咧就係特別覺得下背咧會痛嘅，而且呢一個嘅痛楚咧會喺夜晚嘅時候咧就係發作嘅。呢一種痛楚咧就可能叫做牽引性嘅痛楚 （referred pain），即係咧痛楚嘅來源咧係腸道，但係咧個感覺咧其實係嚟自背脊，通常咧就係因為便秘啦、脹氣啦，又或者咧係腹脹引起嘅。真係樣樣嘢咧，其實都有佢嘅原因喺度嘅。一個失衡嘅腸道咧，可能會難以吸收咧，就係關鍵嘅維他命，譬如好似維他命 D 啦、鈣質啦、鎂質啦，呢啲都係肌肉骨骼健康必須嘅營養嚟嘅。當我哋嘅身體咧長期缺乏呢啲嘅營養咧，我哋嘅骨骼咧就會變得脆弱，肌肉咧會容易痙攣，關節咧亦都更加容易發炎咧同埋退化。同大家一齊睇睇呢一個 research paper。呢一個係一個嘅 research paper，就係講到咧腸道發炎咧導致脊椎僵硬嘅 research paper 嚟嘅。研究人員咧就發現啦，腸道微生物嘅狀態咧同埋我哋肌腱嘅損傷嘅再生以及愈合嘅過程咧都有密切嘅關係。喺用老鼠做實驗嘅當中咧，科學家咧就觀察到微生物群嘅變化，就會透過咧免疫調節影響肌腱嘅愈合。有研究報告亦都指出啦，當中介入嘅措施可以改善咧就係腸道微生物群同埋減少呢個腸漏症嘅同時咧，亦都令到受傷嘅風險咧都會降低嘅。嗱，譬如係乜嘢咧？譬如一個嘅研究咧就發現啦，服用咧益生菌嘅菌株 Lactobacillus 咧就可以透過抑制關節嘅痛楚啦，同埋相關嘅發炎啦，減慢咧就係關節炎嘅進展添。而家你都明白啦，腸道健康啦，同埋背痛嘅關係啦。咁到底有啲咩辦法可以改善呢一個情況呢？所以呢一個部分呢，就同大家一齊睇下8個實用嘅 tips 可以改善腸道，減少背痛。第一，就係增加益生菌食物嘅攝取㗎啦嚇，咁呢個當然係好重要啦。食咗呢一啲嘅益生菌嘅食物之後咧，就可以改善我哋腸道嘅健康。呢啲有益嘅食品，我諗相信大家其實都有聽過啦。包括有啲咧就有活性乳酸菌嘅乳酪啦，或者係 Kiva 啦。咁當然啦，你食呢啲嘅乳酪嘅時候，就選擇咧就係無糖嘅版本咧就最好啦。點解咁講咧？因為糖咧就會損害咧益生菌嘅。另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食品，有好多嘅益生菌，包括咧就係有 kimchi 啦，一啲嘅發開嘅泡菜啦，德國嘅酸菜啦，仲有咧就係 kombucha 啦、蘋果醋啊等等啦。
專家咧就指出啦，食物咧比補充劑咧就更加好嘅，因為好多時候咧補充劑咧都過唔到胃酸呢一關啦，去唔到咧就係結腸即係益生菌咧生活嘅地方。第二個 tips 就係多食益生元嘅食物啦喎嚇，咩意思咧？益生元即係 prebiotics 咧，就係用嚟咧餵飼咧腸道益菌嘅食物嚟嘅。而呢啲嘅食物咧都含有豐富嘅益生元纖維啦。咁呢啲益菌吸收咗之後咧，咁咧就可以好好咁餵養我哋嘅腸胃啦。而益生元嘅食物咧，包括有啲乜嘢咧？包括有亞麻籽啦，有奇亞籽啦，有各種嘅豆類，包括扁豆啦、豌豆啦、鷹嘴豆啊等等。另外仲有全穀物，例如燕麥啦。蔬菜方面都好緊要㗎，譬如好似有蘆筍啦，好似有大蒜啊、洋葱啊等等啦。咁啊食 nuts 啦、堅果，好似杏仁啊、腰果等等呢啲都有幫助嘅。第三，當然啦，纖維好重要，所以一定要增加咧纖維嘅攝取量。纖維咧係最強嘅抗炎食物之一嚟㗎，專家咧就話俾我哋聽啦。咁啊，其實咧每日攝取咧至少咧就係20至到咧50克嘅纖維。纖維咧可以促進咧就係調節我哋嘅免疫系統啦，促進咧就係腸道嘅益生菌嘅生長啦。而高纖維嘅食物，我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噶啦。譬如好似有燕麥啦、全麥麵包啊、藜麥啊、豆類啊、果仁啊等等啦。嗱，研究咧就發現啦，連續2個星期咧，將纖維提高去到每日40至50克咧，我哋腸道嘅微生物嘅組成咧會改變，促進益生菌嘅生長㗎。第五就係避免高炎症嘅食物啦吓。嗱，高炎症嘅食物咧，當然咧就係會破壞我哋嘅腸道微生物群嘅健康嘅平衡啦。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嘅呢啲食物咧，希望大家咧都盡量避免啦。譬如係啲乜嘢咧？精製嘅碳水化合物，好似一啲嘅蛋糕啊、白麵包啦，咁仲有啲添加糖啦，譬如係咩咧？汽水啦，啲甜嘢嘅飲品啊，加工嘅肉類、香腸啊、午餐肉啊，或者炸嘅食物啊，仲有過量嘅酒精，呢啲都係要留意嘅。第4個 tips 就係攝取足夠嘅 omega 3脂肪酸啦。嗱，呢樣嘢好緊要嘅 omega 3脂肪酸咧就可以有效抗炎，對我哋全身減少發炎咧係特別有效嘅喎。咁到底有啲咩食物有好多 omega 3咧？你都一定會好熟悉㗎啦，包括好似有啲深海魚類啦、三文魚啦、沙甸啦、青魚啦、合桃啦、亞麻籽啦等等。咁建議咧每個禮拜咧至少食2份嘅深海魚嘅。第6就係管理便秘同埋 IBS 嘅症狀。IBS 頭先都講過啦，腸易激綜合症啦。便秘呢個問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可能都會有出現呢個情況。咁如果你有便秘或者係有 IBS 嘅話咧，處理呢啲嘅問題可以直接減少背痛嘅。便秘嘅話，當然啦，咁啊飲多啲水啦，增加我哋嘅纖維啦，又或者有需要嘅時候咧當然要諮詢醫生先啦，服用一啲咧乳果糖以外嘅輕細劑，因為乳果糖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胃脹，令到我哋嘅脹氣咧就會惡化嘅。若果你有 IBS 嘅話啦，亦都要詢問下醫生啦，到底咧有啲咩方法咧可以係適合啊，有咩嘅藥物啊等等。譬如好似熱敷啦、腸道導向催眠治療、gut directed hypnotherapy 啊等等。如果你有成日都感覺到個肚好似好脹啦，有好多氣啊咁樣，引致你嘅背痛嘅話咧，真係要避免一啲咧引致你會有一個脹氣嘅一啲嘅食物啦。咁啊，與此同時亦都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啦，幫助你嘅身體排氣，減少咧日間嘅時候咧瞓喺度瞓得太多，咁即係其實叫你喐多啲咯。所以第7個 tips 就係叫大家定期運動啦。運動咧的而且確咧可以減少咧我哋嘅發炎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腸道咧就係蠕動，你個人喐啦，咁你個腸啊先至自然會喐噶嘛，係咪？對於腸道啦同埋脊椎嘅健康啦都有幫助嘅。咁所以運動方面咧，建議大家每個禮拜咧至少真係啦150分鐘嘅中等強度嘅運動。譬如你唔中意跑步嘅，去快步行咧都有用嘅。瑜伽啊、太極啊等等呢啲比較低衝擊嘅運動咧，對於 IBS 咧亦都特別有幫助嘅。運動咧可以幫助我哋咧就係困喺腸道裏邊嘅氣體咧就排出嚟，減少脹氣咧引起嘅背痛嘅。而作為城市人咧，第8個 tips 咧話俾大家聽，真係啦，壓力管理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緊要啦。慢性嘅壓力咧係會影響我哋嘅腸腦軸嘅，導致咧就係腸道啦同埋脊椎發炎。而有效嘅減壓方法咧，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聽過噶啦。
靜一靜，做下冥想、瑜伽、一啲深呼吸嘅練習，出去行下，甚至乎你可以去參與一啲脊椎按摩嘅治療，因為脊椎嘅調整咧，唔單止咧可以改善脊椎嘅排列咧，仲可以增強呢個神經系統方面嘅功能，改善咧就係腸道嘅健康。一個功能良好嘅脊椎咧，可以確保我哋嘅大腦同埋我哋嘅消化系統之間咧更加有良好嘅溝通嘅。知道點做係一回事啦，但係持之以恆先至係關鍵啊嘛。咁所以咧，以下落嚟都有幾個實用嘅建議俾大家嘅，就係點樣可以改善我哋腸道健康，將佢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其實我哋可以由細微嘅習慣咧開始嘅，你唔需要一次過咧做晒頭先所講嘅嘢，我可以試下慢慢咧將呢一啲嘅習慣咧融入喺我哋嘅生活裏面。譬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飲甜嘢嘅，你咪將嗰啲甜嘅飲品將佢變成一啲嘅花茶咯，又或者咧每日都加入一啲有益生菌嘅食物，譬如喺你食早餐嘅時候咧加入一啲無糖嘅乳酪啦。食完飯之後咧，就可以去散步啦，10分鐘啫，係嘛？就算你話我唔出街，喺屋企行嚟行去都話好過唔喐㗎，真係。另外啦，要建立咧就係腸道友善嘅飲食習慣，每日食至少咧6份嘅蔬菜，選擇一啲全穀物代替一啲咧係精製嘅碳水化合物，每個禮拜食2次嘅深海魚，飲足夠嘅水。與此同時啦，真係知道大家平時工作啦、生活都好繁忙嘅，可以嘅話靜雞眯埋眼。當你靜雞眯埋眼休息嘅時候，你可以留意一下邊一啲嘅食物係會引起你腸道不適，又或者係背痛咧。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會對某啲食物出現咗一啲唔舒服嘅狀況。嗱，點解我咁講咧？譬如話呢幾年咧，可能大家都會聽過gluten 啦，係咪？麩質，有啲人食咗麩質咧，可能就會敏感，個肚會脹嘅喎嚇。另外啦，食完一啲嘅乳製品，譬如牛奶啦、乳酪啊等等咧，都會引起可能肚瀉、肚脹啊等等呢一啲嘅情況。嗱，如果係嘅話咧，試下嘗試停一停，睇下呢啲情況，當然有冇改善啦。另外，如果都真係有需要嘅話，咁咪做一啲嘅測試咯，評估一下咧，我哋腸道微生物方面咧，到底係咪平衡啦？睇下呢啲嘅病原體啊，甚至係寄生蟲，亦都識別咧到底係咩嘅食物敏感，從而可以針對有策略性嘅一啲嘅做法啦。咁當然啦，亦都可以配合一啲專業嘅治療嘅。如果你長期都有背痛或者係腸道問題嘅話咧，千祈唔好忽視呢一個情況，一定要去揾專業嘅意見咧，就係求助。另外咧，脊椎治療啊，物理治療師咧都可以透過咧脊椎嘅調整咧，係改善排列同埋活動嘅能力嘅。營養師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制定我哋個人化嘅飲食計劃啦。當然啦，你去睇腸胃科嘅醫生咧，佢哋都可以處方一啲嘅藥物去治療 IBS 咧，又或者其他嘅腸道問題嘅。講到呢度都要同大家作出一個總結啦吓。總結翻啦，就背痛咧唔一定係我哋背部嘅問題，咁有好多時候咧真空可能係嚟自腸道嘅。科學嘅研究其實都清楚指出㗎啦，腸道健康同埋脊椎嘅健康有密切性嘅腸道脊椎軸嘅連結。當我哋嘅腸道微生物嘅失衡嘅時候咧，出現腸漏症咧就會引發全身慢性嘅發炎，令到脊椎神經敏感、椎間盤退化、關節受損。加上 IBS 便秘等等嘅腸道問題咧，都會直接引起咧就係牽引性嘅背痛，營養吸收不良咧，亦都會令到骨骼肌肉咧就更加脆弱添。不過好消息嘅就係咧，透過改善腸道健康咧，你可以有效減少背痛嘅。第一，當然係調節飲食啦，多啲食益生菌嘅食物，例如乳酪啦、泡菜啦、韓國嘅泡菜啦、益生元嘅食物。燕麥啦、豆類嘅堅果、高纖維嘅食物同埋 Omega 3豐富嘅深海魚，避免精製嘅碳水化合物、添加糖同埋加工食物嘅。第二咧就係要處理腸道嘅問題啦。如果有便秘或者 IBS 咧，一定要積極治療。可以試下咧就係熱敷啦，避免一啲令到你產生好多氣嘅食物，甚至試下可以用啲薄荷油去按摩一下嘅。第三就係定期運動同埋管理壓力啦。記住，每個星期至少150分鐘嘅中等強度嘅運動，配合瑜伽、冥想、減壓等等嘅方法。記住啦，呢個報道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啦，腸道健康同埋背痛嘅連結咧係一個改變唔到一個新嘅遊戲規則。與其咧買咁多嗰啲什麼酸痛貼啊，買什麼人工工學椅啊，咩枕頭仔啊等等，呢啲淨係靠啲外力嚟到幫助你改善健康嘅方法。
不如真係試下由裏邊開始做起，由我哋嘅腸道開始做起，先至係改善健康嘅一個好方法。係啦，其實有冇即係長期有背痛嘅問題咧？有冇得閒都留意下自己嘅腸道健康咧？睇咗呢個報道之後，會唔會試下真係由腸道健康開始入手改善呢一個情況啊？希望你中意我今日同大家一齊講嘅呢一個報道啊，嚟自 The Telegraph 嘅 Why Poor Gut Health Might Be the Hidden Cause of Your Back Pain 啊！希望你都中意越讀越健康今日呢一個報道，祝大家身體健康，越讀越健康。當然繼續支持我彭晴的健康生活頻道 ，subscribe、like and share。下次再講一啲不同嘅健康話題嘅，預祝大家聖誕快樂啊！下個星期再見，拜拜。